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Neo，一個將讀書研究到好似開外掛嘅學霸姐姐。今日同大家拆穿一個好多人用 AI 溫書都會中招嘅陷阱，順便教你點樣用 AI 自動生成測驗卡，將被動輸入變成主動回憶。我見好多同學一打開 AI 就係打幫我出10條歷史題，然後 AI 就一次過俾晒啲題目同答案你望兩眼就覺得啊，我識啦。但其實啲知識根本冇入過個腦，咁樣做好似你去健身室叫教練幫你做舉重，你自己企喺度睇，以為練緊肌肉，其實連筋都未熱。AI 根本唔係幫你做功課嘅全自動提款機，你直接拎答案，就等於親手剪斷咗大腦，建立神經回路嘅機會。正確做法係將 AI 當成你嘅專屬陪練，記住呢個提示詞結構，設定角色，明確格式，加入互動機制。例如你輸入你係我嘅言師，根據我貼上嚟嘅筆記，生成10張記憶卡。正面係概念陷阱，反面係核心邏輯。重點係你每次只出題，等我覆咗答案，你先至顯示對錯。如果我答錯咗，你要用追問引導我揾出盲點，唔好直接俾答案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主動回憶嘅核心唔係認得答案，而係揾出答案。當 AI 被逼唔再直接俾答案，改為同你進行蘇格拉底式對話，佢就真正變成你大腦思考嘅副駕駛。你答錯一次， AI 追問一次，你個知識框架就會鎖死一次。呢個過程會逼你行出舒適圈，將碎片資訊整合成邏輯網。當你自己掌握指令權， AI 就唔再係偷懶代寫嘅捷徑，而係將你嘅理解深度拉高幾個檔次嘅催化劑。記住，只會無腦索取答案嘅人，只會被 AI 嘅幻覺餵到消化不良。識得用 AI 逼自己思考嘅人，先至係真正嘅學習高手。下次溫書，試下俾 AI 做你嘅陪練，睇下效果有幾大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效率嘅學習方法或者工具，成為一個識讀書嘅學生，記得關注或者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